恭受上帝的话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两个所在，第一个所在伫雅各书第1章第2节甲第4节。兄弟姊妹，恁拄着试炼的时，就想做是通欢喜的代志，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考验，产生忍耐。恁着忍耐到落尾，才会当达到完全搁完整，拢无缺点。第二段的经文，罗马书第5章第1节甲第5节。既然咱对神受称作义人，就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甲上帝有和睦的关系。咱对神通过基督，通正日即马伫享受的即个恩典，欢欢喜喜的，望通分享上帝的荣光。毋能安尼，伫患难中，咱犹原欢欢喜喜。因为咱知患难生出忍耐，忍耐生出老练，老练生出盼望，盼望未得到见效。因为上帝通过互咱的圣神，将伊的疼灌入咱的心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请咱甲正手边、倒手边，安尼甲伊请安讲，祝福你平安喜乐。我要来用一个忍耐听候也锻炼品格来甲咱大家三个分享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甲伊的朋友讲，听讲，恁兜的人拢足有专长，足有温顺。
啊，是啊，这个兄弟就讲对啊。哎呦，啊，恁兜的，听讲恁兜的人吼，拢有无相款的音乐的专长甲运数。啊，我问吼，啊，到底有啥物运数？恁爸爸，用阮爸爸吼，足好分喇叭，吼安尼哦。啊，恁妈妈咧，我的妈妈吼，足好弹钢琴啦。啊，你的小妹咧，伊讲我的小妹啊，足好唱歌的，伊的声乐真好。啊，你咧，我吼，我的专长就是啉奶。咱搁甲正手边倒手的人讲，原理有忍耐的因素。咱今仔日所读的雅各书直接讲，恁伫遐试炼的中间爱大喜乐，伫试炼的中间爱大喜乐，因为恁的信心经过考验，就会生出忍耐，忍耐也会成功，互恁成全完备，无欠缺。所以，迄个忍耐伫咱基督徒的生命中间扮演一个真要紧的角色。伫圣经中讲起到忍耐，迄个原文有用两个原文的字，咧分别一个就是讲对人的时阵，你都爱忍耐，爱忍受受苦；第二个就是咧讲起到爱保持持守，主要是针对着咱面对着的事物以及环境。今仔日雅各书所用的这个字，就是咧讲起着第二个字 “hupomone”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咱面对着环境的时阵，爱忍耐；面对着遐环境的变化、甲事物的变化，爱忍耐。伫迄个牛津的字典，改这个字翻做 “patient”， 我想这个字大家应该拢知吼 ，“patience” 忍耐。我感觉这个解说真好，这个解说非常的好。伊讲忍耐是你有能力去听候。而且继续做相款的事，虽然有困难甲受苦，但是无埋怨，甲无受激怒。所以这忍耐直接讲起，至少就是讲，你要有这个能力，忍耐是一个能力，忍耐是一个能力。什么能力？听候的能力，连听候嘛是一个能力。但是伫听候的中间，虽然有受苦，但是无埋怨，嘛无受气，这叫做忍耐。你若是伫听候的中间发脾气，安尼就毋是忍耐啊！伫听候的中间，你伫遐埋怨，安尼就毋是忍耐啊！所以忍耐爱包括听候，爱包括伫遐会受苦，爱包括伫遐无埋怨。这叫做忍耐，至少包括这三。我感觉这个定义搁较好。搁有一个搁较积极的定义，咱最近常常听一句话，啊，这个意思毋是忍耐意思，但是我感觉伊也是咧圣经咧讲的迄个忍耐。我相信你最近一定有常常听到一句话，讲要有韧性，我们的国防要有韧性，企业要有韧性，年轻人要有韧性。迄个韧性，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不单是干那伫遐听候尔，详细的包括讲，你伫遐听候了，你有恢复的能力，叫做韧性。所以你伫迄个困难压力的中间，你有能力去恢复起来，这个叫做韧性。所以我想忍耐，毋若是真消极伫遐咧听候，忍耐嘛有一个积极的意思，就是咱有迄个恢复的能力。这叫做韧性。圣经甲咱讲，是安怎咱都爱忍耐，因为是安怎？因为圣经甲咱讲一项，就是人生啊，一定拢有挑战啊。圣经甲咱讲的受祝福的人生，毋是无挑战的人生，无困难的人生。圣经咧甲咱讲起的人生是有充满着迄个挑战以及困难、困苦的人生啊。所以，伫彼得前书第4章12节直接讲：“亲爱兄弟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恁的时候，你毋通感觉奇怪。咱拄着这个试炼的时阵，你毋通感觉奇怪。”圣经中间，耶利米先知，伊甚至
上帝呼召伊成做一个传道，但是家己生活咧服侍，拄着丧乡的日子，而且拄着上帝百姓，明明是咧服侍上帝，明明是咧服侍上帝，上帝百姓甲伊拒绝，甲伊踢笑，伊的一生真苦难，伫迄个苦难的中间，伊咒诅伊家己的生日。连这个先知，就伫这个真侪困苦的中间在生存啊，所以会通讲，咱的人生唔通假设讲咱的人生拢无啥物代志。信主了后，咱嘛有相款真侪的挑战。伫英国大复兴的时阵，一个足出名的报道家叫做芬尼，伊捌讲一段话，这段话对我的影响真深。啊，这段话，互你会听起来真奇怪，但是嘛真事实。伊安怎讲？伊讲吼，若有一个基督徒，伊若设使有活泼的生命，伊就一定定定爱经历着冲突，伊就爱面对着试探时过去毋捌拄着过，伊就爱面对着伊头壳可能有一个误会的想法。伊嘛常时爱面对着这个无神论，也是无好的意念，才会干扰，甚至有时会想要自杀，艰苦到想要自杀。总讲你若是一个属灵的人，你都要有这款的心理的准备。我感觉这句话讲得真好，这段话嘛安慰我真多。我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我的灵性要进步，拄着这个代志是安怎？是正常的。你的生命若是属灵的生命真活泼的时阵，你就会经过这个考验。较实有影，圣经中的人，伊若真追求上帝的人，伊就经历过侪的苦难的挑战。啊，若无你就忍心倒退，你就不管属灵的事的时候，你拢未经过这个挑战。你若既然有活泼的生命、属灵的生命，你有追求的人，这个考验就忍到。为什么我讲这段话对我真大的鼓励？我才知影讲我是正常的，因为我若要追求活泼的生命、属灵的活命，就会经历过这个。所以你若有经历过这个，我要甲你恭喜啊，表示你正常的。你若真心追求，就会经历过这个代志。拄着这个代志，看你要安怎来看待这个代志，迄个态度真要紧。你若甲伊当作是一个苦难，安尼就是苦难。总是你若甲伊当作迄是上帝互咱陪伴，来塑造咱的品格，是要帮助咱的时阵，安尼对咱就诚做帮助啊。咱教会有一个青年人，有一个社青，伊去找头路，我拢甲社青讲，你至少爱做1年以上。因为我看这个青年人吼，定定换头路，我就甲伊讲，你只要爱做1年。上少1年，啊！你要换才好换。结果这个人来到时阵，伊至少甲我听落去啊。然后开始做工的第一个埋怨造出来，讲这些工作好无聊，很枯燥，很笨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我讲你给我忍耐1年就好。然后第二个埋怨出来啊，迄个头家啊，是安怎要安尼做？啊，不要安尼做，怎么这样做这么笨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不是这样做更好？我讲人做甲头家总是有伊的道理啊。啊，若无你来做头家啊，人做甲头家总是有伊的道理啊。啊，伊就搁忍耐落去啊。搁过无偌久，伊就搁讲啊，我拄着一个拗客啊，这个拗客一直甲我嫌，我就搁甲这个青年鼓励讲，我甲你讲，人讲吼，拗客就是啥物？就是捌会的人才是拗客。我讲吼，你好好啊对待这个拗客，伊会诚做你的帮衬。你摕物件去甲送，有问题就甲伊问，主动甲伊问，莫当然甲伊埋怨。伊真正将我的话听落去啊。过1年半，伊才离开。伊要离开的时阵，头家甲伊留，迄个拗客嘛甲伊争取去的公司。忍耐有伊的价值，在伫咱安怎看。当作是苦难，拗客就是上帝，敢若上帝差派来要甲咱，互咱受苦的人共款。当作是上帝互咱的礼物，安尼拗客就是对咱帮助的人。
所以困难常常咧挑战咱的底线、咱忍受的底线。圣经今仔日直接甲咱讲，伊讲忍耐，华语的圣经讲忍耐也着成功，互恁成全完备，拢无欠缺。但是事实上，台语翻了较好，伊讲恁着忍耐到落尾，就迄忍耐到落尾，才会通达到完全搁完整，拢无缺点。你搁听一遍咯，圣经直接讲，恁着爱忍耐到落尾。注意听哦，忍耐到落尾，忍耐毋是到一半，爱到落尾。第二个讲啥物？你会达到啥物？迄个时阵，你才有法度完整。咱的品格因为忍耐到落尾，咱的品格才会完整。到迄个时阵，咱才成做一个无缺点的人。爱忍耐到落尾，才会成全咱。以前有一出电影叫做《王牌天神》，内面有一段话真激励人的心。伊讲，总讲若有一个人甲上帝要求祈祷忍耐，你是上帝互伊忍耐，也是互伊一个会通学习忍耐的环境。各位兄弟，即使你若甲上帝求我有一个忍耐的心，上帝是马上互你忍耐，也是互你一个忍耐的环境。上帝袂互你忍耐，但是上帝会互你一个忍耐的环境。即使有人甲上帝祈求，我会真济有勇气，上帝你赐我勇气，上帝会赐你勇气，也是会互你一个学习勇气的环境。即使有人甲上帝祈祷一个幸福的家庭，上帝会互伊幸福的，迄就是上帝互伊有机会学习彼此相听。安尼就是上帝拢是兴起一个环境，互咱会通学习逐款的品格，包括忍耐。因此，所有咱伫信仰中间，咱所有的品格，无一项毋是忍耐出来。圣神所有的果子，无一项毋是咱忍耐出来。哥林多前书13章讲，爱是什么？很久什么？忍耐。无忍耐就无安怎？无可能有疼。所以咱的信仰所有的品格，拢是忍耐出来的啦。要学习相疼，无忍耐哪有可能？信心无忍耐，无可能。节制无忍耐也无可能。所有咱信仰的品格，拢是忍耐所生出来的。大家拢在讨论 NVIDIA 黄仁辉，大家都说他是3亿男，足侪人讲我足信伊的，你有感觉无？有，我嘛有感觉。除了钱比较少以外，不只也信。所以有当时啊人。雄雄互人叫3亿男，我才回头无法度回神。伊最近转去到伊的母校去演讲，伊安尼讲一段话。伊讲到今仔日，伊对所有毕业生讲，到今仔日我迄个真欢喜的态度讲，痛苦和煎熬啊！伊讲有聪明的头壳的人吼，无够业，真正造就伟大是你的品格。是你的品格，这种品格需要经过无数的挑战甲困难才会通形成，也就是这款的过程的中间，人的品格才会通磨练以及提升啦。所以家己咧评估伊家己，伊认为伊家己毋是足聪明的人，当然伊毕业足好的学校，但是毋是因为伊聪明，实在是因为伊会通忍受真侪的艰苦，伊用这来勉励所有在校的学生。圣经的中间嘛，一直咧讲相款的代志。
伫圣经的中间嘛，一直咧讲起着所有圣经中的人物，差不多拢经过忍耐考验。伫遮个遮侪人的中间，我感觉上界出名的人，也对我上有激励的人，就是约瑟。就是约瑟，你看，当约瑟伊的人生的中间有1000个理由、10000个理由，无需要去信上帝；有千万的理由，伊的环境的中间，伊无需要去信上帝，因为上帝对伊来讲太无公平啊。当上帝甲伊应允讲，有一天众人拢要拜你的时阵，伊随时去互掠去到埃及做奴隶。有人讲，这个约瑟是一个马宝，啊，佫是一个白目，马宝兼白目，啊，真正，伊真正是一个马宝兼白目。那即款的马宝兼白目，一直留伫因兜，永远是马宝，永远是白目。你讲，你看，圣经安尼讲，以色列就是雅各，听约瑟超过伊所有的囡仔，因为约瑟是伊年老生，老年得子。真甲伊生，伊甲约瑟做一领彩色的衫，刚好约瑟有一领衫尔，你讲伊是毋是妈宝？全家是老年得子。雅各甲雅各的太太拢听即个囡仔足甲生的。亲爱兄弟，若伫恁兜所有兄弟姊妹，敢若迄个人有有迄领衫其他的人拢无。老爸老母拢无甲你买衫，甲你做衫，敢若迄个人有穿西装的时阵，请问兄弟姊妹，你会安怎想？你会安怎想？你会讨厌这个兄弟无？你会无？真讨厌，啊，佫白目。约瑟做一个梦，有一天做一个梦，竟然甲伊兄哥讲啥？讲后摆恁会拜我。莫遮白目！我若今仔日做这个梦，你知影我会安怎无？我根本就唔敢讲，偷偷藏起来。伊就甲伊兄哥讲，啊，人足甲你怨大，你佫翘脚佫甲伊讲，后摆你会甲我拜哦。你若做伊大兄，你会生气袂？真正是马宝兼白目。上帝要互伊成做一个好的统治埃及的一个宰相。伊不需要经过磨练，上帝互伊磨练，就是甲伊掠去到埃及的。迄个时阵，伊17岁17岁的时阵，去用掠去到埃及。掠去到埃及的时阵，伊当然就去用掠去做一个管家，但是伊伫遐表现真好。无彩表现了真好，将迄个家庭做一个好的家庭，甲伊管了真好势，做了真好势。所以伊的女的主人煞甲伊引诱，要甲伊引诱，但是约瑟拒绝这个引诱，赢过这个引诱。亲爱兄弟，我拄仔讲约瑟几岁啊？17岁是啥物款的年纪？血气方刚呢，情欲上强的时阵呢。我相信迄个真讨厌，迄个波提乏，因兜迄个女的主人绝对足水的，无可能外歹，甲伊引诱，伊竟然有法度拒绝这个引诱。有一个牧师讲，是安怎约瑟有法度得到解梦的恩赐？迄是因为伊主动引诱了后，上帝予伊的恩赐。每一届咱赢过一届的困难甲引诱的时阵，上帝就详细赐咱一个恩赐。我再讲一遍，每一次我们只要胜过一次的苦难，一次的诱惑，上帝就会赐给我们一个恩赐。上帝予伊恩赐，就是伊会晓解梦。但是无拍算，伊去互掠去到伫家甲内底，伫家甲个中间。上帝将圣经安尼记载伫家甲的中间呢，管家甲的将家甲内面的所有的犯人，拢交伫约瑟来管理，交在约瑟的手下。伫遐伊所办的事，拢经过伊的手。古早约瑟是管一个家庭，即摆管一个啥物？管一个家甲，亲爱兄弟，公司较好管，还是家甲较好管？家甲内面拢是恰良恰好，拢是黑道的人呢，拢是遐
赤牙牙、歹穿穿的人呢？你讲甲伊讲道理，无要插你的人呢？连伊拳头母都举起来的人，要甲你相拍相抬的人呢？管一个家庭，甲管一个家国是无相款的难处。我完全明白，我绝对相信，上帝可以伫家国内底，可以会通锻炼管理一个上界困难的。古早是管一个家庭，即马管理所有家国的烦恼，这是上帝。你讲这是上帝甲伊，上帝要甲伊害，或者是上帝要甲伊祝福，看你安怎看？是上帝咧害我，还是上帝咧帮助我？看你安怎看？你嘛会使讲上帝，你互我伫家国内面，互我拄到遮尔侪歹人。你嘛会使讲上帝，互我伫即个所在，因为有遮个歹人，所以我足好管理的。看你安怎看？看你安怎看？上帝最后，互伊有能力去管理所有埃及的国家，而且做了足好的管理的国。这个埃及的国家，就是因为伊伫家国内底做足好会管家国的人。到落尾，当伊兄弟甲伊卖去，遐兄弟来找伊的时阵，你看，约瑟这个告别真感动人。这个告别嘛是咧讲起伊对着伊过去的人生一项一项的考验，包括去互兄弟卖出去。包括伫迄个关家中间受到试探，包括互关入家国，伊安怎解说伊的人生这段？伊讲：上帝差遣我伫恁大心来，是为着甲恁保存留落来种伫即个世间，佮准备要大施拯救，保全恁的生命。安尼看来。找我到遮来，毋是恁，是上帝。法老的爸，伊阁互我拿法老的爸做伊全家的主，并且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你阁看即句话，安尼找起我来即个所在，毋是恁，是上帝。这就是。约瑟对于人生所经过这一切的苦难，伊是安怎有法度忍耐会落去？他为什么忍耐得下去？伊若伫家国内面，逐工咧想讲，迄个人甲我引诱，迄个人伊是伊毋对，我是叫害的，你是为伫遐活落去无？伊若伫迄个关键的情况，拢是我的兄弟甲我，拢是我的兄弟甲我卖害，我今仔日伫即个所在做奴隶，做人的关家，伫遮互请，伫遮互糟蹋。拢是我的兄弟，伊若安尼解说伊所面对面前的状况的时阵，你想伊有法度遮尔好的表现吗？总是伊安怎解说伊的人生？是上帝互我，互恁卖；是上帝互我拄着遮引诱的；是上帝互我落伫家家内底，一切拢是出伫上帝，毋是恁，是上帝。就是因为即款的解说，互伊有法度忍耐。你要安怎解说你家己目前所拄着的困难，会决定你忍耐的落去。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讲，你伫百般的试炼的中间，拢爱大喜乐，毋是小可欢喜，爱大欢喜。伫百般的试炼的中间，爱大大的欢喜。雅各书搁伫遐讲，因为恁以前的人忍耐，咱称作伊是有福气的。恁听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影祝福伊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所以表示雅各书一直咧讲，恁落伫试炼的中间，恁伫忍耐中间，爱大喜乐，爱大喜乐。所以伫遮，我有甲咱做5个提醒。第一，包括约瑟，包括约伯。只要信心，圣经中间这信心的伟大的人物，拢经过忍耐的过程，伊拢深信这是上帝带领的过程，上帝一定会互伊赢过。第二项，你都要抵挡这个世界魔鬼，互咱的真急的成功的这个想法。这个世界，甲咱讲就是紧过去，
忍耐紧受苦紧过去，紧成功。这个世间就是互咱不望咱会通紧紧成功。但亲爱兄弟，迄毋是圣经的受法，迄是这个世界的受法。所以这个教宗，伊捌安尼讲，伊讲一个人若会通承受苦难的能力愈强，伫伊内面天父，因讲天主啊，天主之爱就哪大。你若愈有法度忍耐，表示你内面上帝的疼就哪大。这个世间叫咱紧紧过去，苦难紧紧过去，咱的本性就是安尼，总是提起咱。你若忍耐愈久的时阵，表示伫你的内心上帝的疼愈大。第三就是讲，要用信心相信上帝一定会互咱有出路，互咱一定有出路。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伫遮讲了真清楚。讲咱所拄到的试炼，拢是上帝有一天一定会互咱一段的出路。一个足出名的一个神学家叫做路易斯，伊讲是安怎我古早无要信上帝，因为哪早我的毋是我的理性，是我拄到问题的情绪甲感情。他说拦阻我的不是我的理性，让我不去信上帝，是我的伫迄个困难的中间，我的情绪甲我的感情，互我无法度信上帝。因为伊感觉人伫困难的中间，迄个情绪会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。所以有当时啊，我若感觉真好，我就对上帝真有信心；我感觉真无好的时，我对上帝就失去了信心。亲爱兄弟，我请问你，当你伫苦难的中间，你会感觉真无好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迄个感觉无好的时阵，有当时啊对上帝的信心就较减少起来。你有即款的感觉的人，请举手。你有即款的感觉的人，请举手。我就是即款的人。哦，拄着苦难的时候，哎，上帝是无爱插我是无？啊，无我哪安尼感觉足无好，我嘛足无爱艰苦的，足无爱破病。迄个时阵，咱拢会软弱。但是这个 C.S. 路易斯伊信上帝了，伊后来有一句话，伊安尼讲，伊后来才体会一种，伊讲信心是一种的能力啦，是一种的机能啦。互我无论伫心情好甲歹，情绪是悬还是低，我拢会通坚持接受上帝的真理。所以话一句话讲，我心情真好的时阵，我伫顺境的中间真好的时阵，我嘛会通接受上帝的话。但是我的情绪真低的时阵，心中咧受苦的时阵，我迄个时阵我嘛会通相信上帝的话。伫迄个时阵，我的信心就走出来，所以信心就无再受到咱的感情、受到咱的情绪来影响去。伊讲伫迄个时阵，伊的信心就开始稳固落来啊。所以亲爱兄弟，用信心相信上帝一定会互咱的出路，毋通用咱的情绪。毋通用情绪去相信上帝。第四项讲，千万伫忍耐中间，毋通离开教会，毋通离开教会，因为上帝是照着兄弟姊妹伫咱咧忍耐遮受苦的时阵，照着咱的兄弟姊妹咧帮助咱。最后，当咱忍耐了后，上帝会互咱报赏，伊会帮助咱，互咱得到报赏。伫咱教会附近。有一个基督之家的牧师寇绍恩牧师，寇牧师，伊伫真少年的时阵就有心脏病。头一届，伊又得心脏病，伫差不多几年前，伊阁得癌症，所以伫个心周伊真侪的苦难。寇牧师咧讲，当头一届，伊伫手术台顶悬，伊的心脏出问题，伫遐要做手术的时阵。伊就开始回想，心中也有遗憾啦。伊讲：上帝啊，我毋望啊！我为着你受苦，我是甘愿啦。但是我毋望我的查某囝，迄个我的查某囝才19岁，我还未看到我查某囝结婚啦，所以我真毋甘愿。我毋甘愿啦，我的查某囝遐少年才19岁尔。我足毋望讲有一天我会通牵伊的手，
入来礼拜堂，安尼甲伊牵入来，我的愿望无法度达成啊！所以伫迄个所在，伊就淡薄埋怨上帝。等伊受到遮的时阵我的查某囝到时要结婚的时阵，无老爸甲牵，足可怜的。我即摆无法度去牵我的查某囝，心足悲哀的，所以就伫遐大吼。上帝随时互伊一句，互伊看见一项事。上帝甲伊问讲：寇少恩是牵查某囝入去礼拜堂的人较要紧，还是将查某囝牵出去的人较要紧？牵入来的人是老爸，甲查某囝牵出去的是啥物人？啥物人？囝婿。迄个时阵插一个，规个扯起来。哎哟，我是咧烦恼啥？我敢若惊迄个十公尺尔。较要紧的是查某囝娶去以后的人生。迄个时阵，伊突然明白，到底啥物较要紧，伊就完全明白。生甲死拢伫主的手。人生伊认为上界要紧的时阵，伊才发现迄嘛无啥要紧。所以伊手术了后出来，上帝继续互伊一句话讲：你着爱兴起，你着爱做工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阳光要照着你，黑暗遮看大地，黑暗遮看万百姓，耶和华要显现照着你，伊的阳光要显现伫你的心中。亲爱兄弟，吞忍到落尾会得救，吞忍到落尾，咱就显出咱的品格出来。吞忍到落尾，咱会看见到上帝的光。吞忍到落尾，咱会通讲，咱的忍耐是有价值，阁会通荣耀上帝。亲爱兄弟，可能你即马当面对着真侪爱忍耐的事，愿你的忍耐会通诚做有价值的事。愿你即马真正咧面对的忍耐，会通诚做你成就更较好上帝的品格伫你的心中。唔通互你的忍耐紧紧过去，忍耐了后，咱一定爱有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同心来祈祷，主啊，我们来宣告，就算讲伫困难的中间，伫考验的中间，伫艰苦的中间，阮拢要来宣告，阮照常会通荣耀上帝。阮当咧面对着侪考验、试探甲试炼的时阵，阮要伫遮大声来宣告。阮永远要来荣光上帝。阮伫破病、伫软者、伫受苦、伫艰难，伫即个坎站，阮也是要宣告，阮要继续荣光上帝。请你帮助阮。有时阮的信心无够，因为伫受苦的时阵，阮的感觉拢无好，阮的意志嘛会消沉，阮的感受真无好。恳求主，若是有兄弟现主是陷落伫即款的状况的下面，恳求圣神帮助因，帮助因会通较赢过这种种的苦难困境，通互因伫忍耐中间会通继续荣耀上帝。我安尼祈祷是倚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